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擁有超過210間餐廳。源自香港的多元品牌休閒餐飲集團泰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公布其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業績。2026年上半年，泰興集團整體收益亦上升8.2%至約18.5億港元。另一方面，中東局勢令原材料價格波動，但集團透過優化採購策略，並發揮自家兩地廠房的協同效應，有助緩減相應成本影響。毛利率上升0.1百分點至73.5%。同時，集團的成本控制措施亦見成效，員工成本及租賃相關成本佔收益的比率均有所下降，推動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上升83.5%至約7488萬港元。財務狀況方面，集團現金流維持穩健，為應對市場波動及支持業務發展奠定基礎。於2026年6月30日，泰興集團沒有銀行借貸，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約4.8億港元。儘管經營環境仍存在不確定性，董事會對集團的長遠發展保持信心。本公司繼續維持穩定的派息政策，為回饋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6.20港仙。